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国药学系中药资源学系是目前国内唯一以研究汉药为主的大学系所。不过最近传出讲要停止招生的消息，系主任指出讲，因为即马药事法的严格规定，这汉药配药的资格，而且也无相对应的证照通好来处理无汉药房的经营权，提出减少学生来读意愿。学校每年呢是会减少招生，唔是停止招生。 学生伫课堂咧读药用食品学，这是中国医药大学、中国药学暨中药资源学系的必修课程。虽然学生对汉药真有兴趣，不过袂少人也是烦恼毕业了后出路。即便我们学这方面的知识，我们顶多可能去药查、去做品管、什么检验的那些工作。没有中药技术士可以考这一点，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吃亏的点啊，就是等于我们毕业之后没有像其他系可能有一个一定可以就业的保障。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国药学暨中药资源学系是国内头一个专门以汉药专业为主的大学系所。不过最近所传出要停止招生，校方表示只是针对系所来做整体的调整。 明年度确定会减少招生，甲人数为即摆42人降低到27人。中药行它没有中药师，那他就只能说 OK， 以中医师或药师或是熟悉中药材的这些人员呢，可以继续经营之外，就这样子而已。 他也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进来做。系主任表示，因为药事法有严格规定调配汉药的资格，佮加上中药房采用列册列管的方式，后一代就算摕到中医师或者是药师的执照，也是袂使经营汉药房。加上即马囝愈生愈少，学生读的意愿嘛降低，汉药房才会愈来愈衰微。应该要去规划这些学生未来的有一个好的出路这个是学校跟教育单位应该要去思考的地方。资深的中药师表示，目前全国也有咧经营的汉药房，敢若剩8,000间。虽然卫福部伫2019年有放定卖汉药的条件，不过嘛敢若3700间完成换照。校方表示，除了已经照定时甲教育部提出减少招生，嘛会加强产学合作，提升教学的品质。记者台中报道。